看台湾的特有种，嘛是保育类的动物——台湾水鹿。因为生态地受到破坏，数量是减少真侪，目前拢分布伫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哦。农委会特生中心比对20档来的资料，发现讲水鹿的野生族群有往低海拔生团的趋势。咱做伙来了解。画面上会当看到一只动物徛伫遐，有时啊，佮压头去食草啊。这是特生中心中海拔试验站所翕到的。加长工工作人员就发现到，这附近有卡食排泄物，佮边仔李仔树、山樱花、野蓬果等等的幼苗啊，嘛去揢过，确定这只就是台湾水鹿。水鹿的出现，嘛甲这几年来产业区内底自动相机时常去翕到水鹿的状况，互相会当证明。不管是出现的这一些数量，还有它出现的频度，都慢慢的增加，这会让我们觉得蛮高兴的。你也办法，就实施了之后，它的族群数量有逐渐恢复稳定的趋向。试验站就伫咧高雄的定基地区，自20多年前开始采自动相机长期观察生态。初期是干那伫18公尺以上的山顶才有翕到水鹿啊，这几年来伫16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带，嘛愈接去翕到，表示讲这族群有往低海拔生态进行。目前保育有成当然是欢喜，不过即马爬山的运动愈来愈兴，人甲动物接触冲突的风险嘛增加。那当跟人类的距离太近的时候，那水鹿其实体型很大，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徒手去格挡它的一些冲撞，保持距离才有尊重。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亚种的保育类，完整上大只的食草动物。早前是全台湾满山拢是，分布伫海拔300公尺以上。不过因为生态地防破坏，人为猎捕，数量大减。敢若伫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才看会到。数十年来保育总算有成果。特生中心提醒，将来人甲动物的冲突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，拢是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